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先感谢大家伫昨参加阮儿子瑞平甲丁翠婚礼，互阮有真大的欢喜，甲感恩伫内面。其实我有写代祷卡哦，我有写代祷卡，所以我今仔就写祈祷回应卡，所以感谢回应上帝的带领。今天我们当中有丁翠教会的牧师，可能听不太懂那个台语因这拢是听华语的在周报的第9页已经有见证文在上面，可以在那里来阅读。感谢主，互我会当真做代祷团的团长。其实我拢是上帝的仆人而已，迄个上帝的工人，为上帝做工若定。阮有70几个，大概有70个啦会同工伫每一礼拜、每一个时段为咱祈祷。这个祈祷内面常常拢有足侪回应。最近我伫代祷室内面收到足侪代祷卡，有这塔内底大概有40张。伫咱的代祷室阁有10几张，所以大概有50张。这是大概伫6月6月甲7月都有遮侪张。5月啦、6月、7月，都遮尔侪张的回应卡。所以你若有写代祷有成就的时阵，你爱记得写回应卡来感谢咱的上帝。我最近伫代祷室收到遮侪代祷卡，我每一届若入去代祷室，我拢会先为着遮代祷、遮回应的卡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做的。虽然咱的同工做伙咧祈祷，但是这是上帝咧做的。有一天最近我其实代祷这回应卡足侪，才毋知要讲叨一项。但是拄仔伫前几工我要下班的时阵阮同事伫咧甲我讲，慈宝阮查某囝考试大学成绩考得足歹应该无学校通好读应该我讲写代祷卡啦才过2礼拜尔几工前要下班，伊就甲我讲。慈宝，阮查某囝有国立大学可以读哦。伊讲哇，足欢喜的。我讲你较紧哩写回应卡搁煞来其实有足侪的回应比如讲咱当中有真侪兄弟姊妹，因为癌症，也是有病痛，也是囡仔就学各种的代祷需求，拢有得到上帝的回应。这拢是上帝互咱的恩典，所以。欢迎大家嘛当写代祷卡。那最近伫7月20的时阵，我的同事亚慧，伊讲伊要来听我讲见证，伊毋知有来无还是伊伫第2场。伊的老爸身体无啥爽快，喘袂起来，人足艰苦的，所以伊就来甲我讲，今日吃饱替阮爸爸祈祷。首先我就先发着阮的学校的代祷卡。了，搁伫慧兰小组，因为伊属慧兰小组的，所以就替因爸爸祈祷。然后嘛为着咱嘛伫咱的紧急代祷帮伊写祈祷那遮个写祈祷了，阮大家拢伫咧祈祷的内面医生判断讲，歹势，医生。医生判断伊的爸爸可能是。肺炎，也是肺结核，上歹的消息是可能是肺癌。检查的结果呢，哇，实在是足煎熬的啦因为着伫咧等爸爸的即个结果实在我逐工看阮的同事伊是我的同事，看到伊拢面忧面结，逐工拢佫要安怎佫要安怎安尼，心情拢足差的。那伊咧检查的时阵实在是足奔波的，因为。逐工拢伫病院咧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这检查实在互因感觉足无愿望的。搁伫8年前，伊的小弟搁因为大肠癌过身，所以因对癌症这个代志是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惊吓。所以伊只好会当倚靠上帝若定，就是祈祷，搁祈祷，搁祈祷安尼。所以阮也会就甲我讲，无法度啦，敢若祈祷。靠上帝就好所以我逐工我拢会甲伊问我今仔爸爸安怎爸爸安怎伊就会阁甲我讲就是祈祷尔。我讲你放心，有足侪教会代祷团的人咧替你祈祷，你着放心，
伊真正足放心的。伊本来实在是毋知要安怎，伊知影讲，真正是经历上帝的带领，心内就哪来哪平安。但是因伫个过程内面吼，医生咧检查的时阵啊吼，就有讲有做迄个穿刺嘛吼，啊结果咧做穿刺的时阵吼，哇煞迄个爸爸做了就气伤，啊嘛出血足侪工的，哇，互厝内面的人嘛足挂心的。啊看报告的时阵吼，医生阁讲伊切片切无着啦，切片切无着，爱阁切一摆。然后因爸爸讲，哦，要阁切一摆哦，足艰苦。伊讲莫切好啊啦，吼，拢交互上帝啦，莫切啦，吼。啊，但是呢，这实在是危机，嘛是转机啦，吼。咱的上帝吼是信实的上帝，伊毋甘也会姊妹甲伊的妈妈甲姐姐伫遐艰苦，逐工伫病院安尼走，受迄煎熬，为因开一条新的路。啊，即个血液肿瘤科医生哦，伊就建议讲，爱搁做，若要搁爱知影爸爸即个肺癌的问题吼，就爱搁做一摆胸腔镜的手术，穿刺啦吼，才会当知影迄个结果。但是因爸爸听了讲，我无爱搁做这检查，足艰苦的啦吼，伊想要平平安安去，因为已经有甲伊讲，伊是可能就是肺癌末期的肺癌，吼所以。真正实在，因爸爸想讲无爱去检查，就安尼平平安安，互上帝带转去。但是足意外，就是讲，迄个较有经验的医生就讲，因爸爸这应该毋是哦，可能是因为伊做涂水，逐工咧敲壁，常常咧敲壁，迄个粉尘，粉尘台语安怎讲？吼，就是涂粉，涂粉也安尼也吼，所以伊就伊的肺部煞形成一寡阴影走出来，所以伊就宣判讲应该毋是末期的癌症吼，所以足意外吼，所以亚慧爸爸为肺癌末期变成继续观察。哇！伊实在非常的欢喜吼，伊来学校甲阮讲的时阵，因爸爸毋免阁，因爸爸嘛无爱阁切片，因为伊感觉爱阁医生讲爱切片一摆，但是因决定无爱切片，因特别交互上帝，阁继续观察。然后我迄天拄咧甲亚慧讲，我8月20号要来分享见证咧，我来讲恁爸爸这段敢好？伊本来拢面忧面甲的哦，迄天伊甲讲，去讲。伊就讲叫我去讲安尼吼，伊足欢喜的。要讲啥物？讲上帝恩典啦，吼，就是要讲上帝恩典。因为上帝恩典教育因即家伙仔用，吼，因为因经历，互咱毋知影艰苦。所以咱的见证吼，中部大道即个见证实在足济吼。咱若是同工，若去看遐个英文卡的时阵，会感觉讲真正是上帝足济作为，所以欢迎大家，你若有啥物困难，也是有啥物挂虑的事，除了家己祈祷，嘛会当写大祷卡，互大家兄弟姊妹即同工替你来祈祷。原来我今仔日即个小小的见证，甲分享，互咱带来望甲信心。其实信心即个功课，无人会当教你。是伫你生活中去经历上帝，伫生活中每一摆的事件内面，甲上帝相拄，你较知影上帝真实甲咱相甲伫地。中部大道的事工一直拢是咱教会重要的属灵的产业。咱的教会嘛，因着有一群忠心为心的同工，恬恬伫遐咧替人祈祷，互软弱的人会当得到扶持。我真感动，咱的同工内面有足侪人已经伫即个事工内底10几年，咱已经大概有16冬。一礼拜有7天，大概有70人为心伫内底咧祈祷。有的人是下班了，马上来到大岛室，就去伫遐祈祷。有的人有一个弟兄，伊是为高雄的新达港开车半个小时。来遮祈祷，有的人伊是可能是伫礼拜煞去祈祷，有足济。有的人是透早6点，亲像万珠长老
国珍姐，吼，还佫有几个吼，我的兄弟，因拢伫透早6点就来祈祷，吼，所以你若知影有人替你祈祷，你的心是毋是佫较平安？这是咱教会上帝互咱足大的祝福。这个祈祷的时间是上帝互咱足大的祝福，望咱大家会当来参与。若是你的时间会拄好，欢迎你伫咱1楼的公报栏去报名。若袂当参加，无要紧，你伫厝守望代祷，这嘛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咱有 PPT， 很多位已经有咧走吼。我搁宣传一摆，就是青色的代祷卡是4天。最近咱有4天，就是有牧区啦，比如牧区团契小组的4天，你会当写；也是咱要开办福音4天，幸福小组拢会当写。去年我带宝贝幸福小组，真正感谢上帝，咱当中有300个受洗，我的 best， 我带来拢总受洗啊！感谢主，是祈祷来哦，是祈祷来，有6个、7个受洗。拢是祈祷来，佫有同工的拍拼啦吼。黄色的就是紧急一般不公开，你拢会当写伫即个内底。你佫毋免写得伤侪字吼，写人看有就好啦吼。回应卡我有讲过回应卡，吼，你爱回应上帝的听。好，我大概安尼报告，多谢大家，上帝祝福内底大家。咱真多谢志宝老师。